推广学生来讲台语，这新竹市的在戏国小利用休热期间举办台语营队，活动当中除了有趣味的风吹 DIY， 家己做饭员以外，还佫有带这囡仔呢去到动物园、新竹的城隍庙，透过台语导览的方式，让囡仔伫咧生活当中接触到台语。牛仔，多谢。用台语甲同学分享台语用词，教室内底佮打满台语讲句，老师嘛用台语来教大家做趣味的主仔台。第一粒，好，第一粒，来3分，第二粒，第二粒，哦，咚，几分？5分。新竹市在戏国小利用休热举办台语营队，除了有上课，也有户外课程，带大家去动物园、城隍庙，透过台语导览来学台语。我感觉上趣味的是去城隍庙，因为内底有真侪神明，有城隍爷、七爷、八爷，甲牛头马面。我有学到一款闽南语的文化甲俗语，我感觉最有兴趣的是动物园。我上喜欢高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伊伫咧遐走来走去，我感觉伊真公主。校长讲，举办台语营队，就是希望学生会当透过趣味活泼的活动，对生活中自然来接触台语、讲台语。七头在西，到顶行的闽南语课程，我们从生活中来出发，从生活中的打招呼，例如你好，哇，今天就来，还有动植物，好常看到的帝都、高压，好等等，小朋友可能会一开始很别扭，不敢说。后来慢慢的自然而然的说，后来很有自信的说。透过营队创造全台语的语言环境，让囡仔愈讲愈自信。大家做伙耍，做伙讲台语，也利用这个活动来认识地方的文化特色，把母语甲文化同齐传承落去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